留住荔枝碗村呢度嘅人物事，咁你覺得你最想保留嘅係咩咧？工藝啊，即係要發揚下自己做船嘅手工藝啊，即係傳承下咧，以後嘅人都知道做船係點啊！澳門都有個興旺嘅事。如果俾我揀，我都會講係人咯，因為人係最重要嘅。喺呢一區住嘅人，我覺得佢係同澳門其他區一定會唔同啲啦。佢對人親切啲啦，鄉村啲啦，仲感覺保留係以前澳門